Hello 啊，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樂在旅途財經嘅頻道啊。咁大家都知道啦，啱啱咧就成立咗個會員啦。咁會員入邊咧，其實咧亦都係可以俾到大家會員參加咗嘅朋友咧，係有個係視像嘅錄影嘅福利嘅啊。今日咧就為大家帶嚟第一次喺平時星期六之餘嘅一個咧係講返大家有興趣嘅題目，同大家做一次係臨時嘅特別嘅第一次嘅錄影啊。咁希望大家咧就即係可以咧係繼續支持我呢個會員嘅頻道啊。咁或者亦都可以嘅話，可以推廣俾其他啲朋友，好唔好啊？咁今日咧，其實我就想講就住一個話題想講嘅啫嚇。咁大家亦都知道啦，繼續係講緊比亞迪嘅嚇。咁啱個星期六咧，講比亞迪嘅因素啦嚇。咁但係今朝早見到比亞迪咧係繼續咧係下跌嘅嚇。咁今日下跌咧，我就覺得就即係未必會係同佢原本嘅原因啊，甚至乎講到係即係車圈嘅恒大有關係，相反嚟計嘅話，就同個股市有關係啦。大家都知道啦，今朝早個股市咧係跌咗成600點咁多嘅，咁亦都係跌到落去咧係22,700點呢個位置。咁亦都喺上個星期都同大家講啦，或者會有個機會真係試一試咧50天線呢個位置22,700、22,800呢個水平嘅。而家今朝早就試咗，咁而比亞迪咧亦都係跟隨住咧，咁大市係下跌㗎。咁比亞迪係咪到而家咁嘅位置嘅話咧，係唔值得大家買咧，或者會有個機會再進一步下跌咧？我就覺得係唔需要擔心嘅，完全係唔需要擔心嘅。咁今朝早我諗相信都聽過好多節目咧，係關於係講比亞迪㗎啦。但係咧，我就想提出咧，就話啱啱大家亦都知道啦，尋晚比亞迪公布咗佢嗰個5月份嘅銷售啊。咁我就照住呢個銷售咧，同大家再分享下點樣對佢睇法啊。咁首先咧，嗰個銷售嚟睇嘅話咧，係成個月係382,476部啊。咁呢個38萬幾咧，亦都係再創紀錄啦嚇。咁如果以係同比嚟計，即係比起上年嚟計嘅話咧，係升咗15.27%。但係咧，如果以環比嚟計，同上個月比較咧，只不過升1%，個升幅唔算太大。但係亮點唔係呢度啊，大家都冇睇到呢個亮點係邊度咧？就係話佢個海外銷售嗰方面啊，海外銷售嗰方面咧，今次咧係有89,047部，亦都係創咗歷史嘅新高啊！相比於上年嘅同期37,499部，係升咗係137%，升咗1.37倍咁多嘅。而就算係環比嚟計嘅話咧，亦都係升咗12.6%啊！可以見到佢呢一個嗰個升幅嚟睇嘅話咧，就比起咧就整體個車嗰個升勢咧，仲更加大嘅啊！咁而嗰個佔比嚟睇嘅話咧，已經係去到咧23.29%啦啊！咁已經係講到咧，差唔多係話佔整體嘅車嘅銷售嘅差唔多係1/4啊！咁亦都係同咧就公司或者出邊預期去到2030年海外銷售咧佔比咧達到50%咧，其實已經又再邁進一步啦啊！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就係市場應該係着重翻呢一點嘅啊，因為呢一點嚟睇嘅話咧，係對於未來個發展咧會更加係重要嘅嚇。咁除此之外嘅話，其實今朝早咧亦都係咧係有另外一個關於公司嘅消息咧，就話會喺日本推出電動嘅 K 卡微型嘅車啊。咁而呢個消息嚟睇嘅話，其實咧亦都係市場冇乜點留意嘅嚇。咁呢個其實我就覺得係一個幾好嘅發展嘅啊，因為 K 卡喺日本銷量咧，其實係佔咗整個市場嘅40%咁多嘅啊。咁好多嘅市民都係中意揸啲微型嘅車啊，即係例如咧 Mini Cooper 嗰類嘅車嘅啊。咁而呢個銷售嘅價錢咧，亦都係比較平啲嘅。
大概如果講緊人民幣都係講緊12、13萬到呢個價值嘅咁所以如果真係有個機會咧，係喺日本嘅 K 卡市場咧，又攞到一定嘅席位嘅話，咁應該都會有利佢嗰個海外銷售嘅情況嘅咁所以支持大家繼續留意呢隻股份咁千祈唔好而家呢個位置咧係沽貨，反而咧就係部署咧睇下咧係咪應該係入貨，尤其是咧今日咧已經係跌到落去咧佢調整嘅61.8%啱啱好大概咧373蚊左右呢個位置咧就開始有支持啦如果未來嘅時間373蚊有支持嘅話咧，不妨咧可以喺呢啲位置加碼買呢隻比亞迪嘅咁再做一個利益嘅申報咧，我係繼續持有呢一隻比亞迪嘅多謝大家咁希望大家俾啲 comment 啦，同埋繼續 like， 同埋記住訂閱我頻道，同埋咧係參加我嘅會員計劃，多謝大家。咁下次有個機會嘅話，有啲咩嘅新嘅市場嘅消息嘅話咧，我又會繼續製作新嘅短片俾大家睇，好唔好？多謝大家支持。